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本日播起来嘅节目。哇，今日咧是係我自家一道非常嘅欢喜，因為咧要圖呢個鄉親朋友去彈好彈嘅歌曲，啲歌曲吼，搭跳本日彈起來，市場係哦，嘅非常嘅完全嘅走出來。今日來賓係呢個，呢個台來賓係馬莎哩嘅嘅邀請你天嘅來賓係呢個葉家秀先生，歡迎先生。大家好，我係葉家秀，我係唱民歌唱50年咯。50年，抱手。喺呢個繞場嘅係南澳一個台來賓嘅大家都當熟咯嘅車一位先生，歡迎。大家好，我係車一位，家下嘅我係老師吼，我係唱民歌30年嘅。所以現在是你下在比看馬上唱好多年係冇，一改從50年，一改從30年。哇，真係冇簡單嘅，台來哇50年，民歌50，民歌50。先等下吼，鄉親朋友，你咧彈民歌咧，到底會去哪位彈？其實就一彈，先請。余偉老師讓大家都紹介一下，係咩嘅？大家都紹介一下吼。禮拜係明年嘅2月14號到2月16號，就是情人節2月14、15、16 3日吼，喺台北小巨蛋，要搶差不多有50位嘅個民歌手。哇哦！重開2月14號啊，有重開民歌之父楊旋，好，還有吳楚楚，好，還有葉家修老師、趙樹海、王夢麟啊，蘇來、范廣惠。王心蓮、馬宜中全部回來闖，還有木吉他合唱團，當然這個木吉他最重要，李宗盛也回來闖。哇！還有從聽音樂的第二天呢有玉馬山哦，可以的。胡德夫老師，哇，齊豫哦，那黃韻玲，哦，李麗芬，哦，還有李健富、譚兆梅、靳鐵章、黃仲坤、王夢麟，嘿，還有呢，第3天呢，詳細的資訊，大家就會上網路去查哈。第3天呢，我會去唱哈，葉家修老師，還有楊耀東、林瓊龍、殷正陽、徐景純，好，林家榮、許淑娟，啊，還有木吉他合唱團的也這天也會唱，全部會到齊。哎，對，還有潘元宇，對，哎，老師腦筋比我還清楚。還有你漏點嘛？漏掉了。我老大家講，簡單講咧，就是14、15、16、3日到台北嘅小巨蛋，你有民歌50嘅演唱會。家下車一位先生先概略老大家的分享，那到底有乜嘅台來賓，每個都大有來頭哎。對呀，而且不止這樣子，因為還有接棒的，還有他不好意思講的，就是大學城的一群年輕的歌手，200幾隊也要接棒，接的，就是貴雅出一個大家庭啊。是，因為差不多會大家把1975年看成民歌元年哈，1975到1985哈，金韻獎該都夠數。那1985到1995差不多就接大學生比賽啊，所以講這個有點像世代傳承啦。但最重要的，大家都有跟民歌過去也都也有很多大學生歌手會幹嘅。所以你們都了解做嘅小巨蛋演唱嘅歌手，其實係超過50屆。超過，按增加中，還在增加中，所以現在還在增加中。哇，所以台高錦繡把啊，因為這個票一定也是秒殺，對不對？好，我們讓台高來講一下，我們可以怎麼買票？從什麼時候開始買票？這個經理講，在 UDN 的購票網，在昨天賣票。嘿，是昨天賣票。我們是14到16嘛，對 UDN 的售票網唯一的售票，對不對？唯一售票。好，所以台高嘅技能哦，我做技按樣改自行哈，係冇呢個免數美就按樣改自行，係冇台高送名猜一下，民歌50時啲用呢來賣票。連我都要急着去搶票，很怕買不到票，因為這太難得了，50哎。對呀。錯嗎？明年的情人節就是情人節的那個時候，而且日期又很好記，對不對？狗年狗天台高手來搶購票。好，問一下，聽說剛才你都有講到安鬥音，所以你們要拍宣傳照嗎？哦，已經拍了，已經拍了。剛一都要中山堂。很可愛，然後說有。對，因為這麼多人，所以大家是齊聚一起共下破係嗎？沒有啦，就今年哦，中山堂今年嘛哈，就有個人拍，然後有那個七個的感言啦哈。哦，真的。還有就是個人的獨照，哇，還有擺 pose 這樣。好似你拍好嗎？你也拍好嗎？啊，我拍好咧。太動人刀吼。太部分就有的要喺國外，少數在國外的，聽說要 key 把照片 key 進去。該團體知道嗎？湊啲中山堂嘛。有的帶玫瑰，還冇轉來嘛。這就是我要問的，唐宮200位安鬥音也是你們力邀，係冇？你用力繞牆，其實可以算是從各個地方大家一起來。沒啊，你這樣講啦吼，民歌吼。
10年100，20年100，30年100，然后40年100，还有45年没100。所以大白哈，通过全世界各地唱过民歌的聊的朋友哦，又喊个哈，除非一起回来，就从阿勇的10年100啦，到利亚变5年100哈，大家一个聚会啦。我觉得很像同学会，同学同学台家庭啊，从哦，就是你要想看，係講你啊台家有50歲的、60歲的，可能有都有可能62歲。俺哋實際嘅年齡，我大家有想，你回憶過去，那是過去大家共同經歷嘅一段黃金時代耶。所以你想看，你大家可能都各自走某種嘅事情，可是我們一見面，我們有個很深的連接，就我跟你都是在那個時候唱民歌感應，就那個連接就不一樣。還有啊，民歌提準了是時候，我們台上跟台下也是同學會。你們喺咩度？那個台語黨唱過也是台下大感應都會唱，差不多，可以說是一起算是演唱會大合唱的概念。嘿啊，哇哦，嘿，哈，所以現在人還在努力的邀約中，這樣。嘿啊，哈哈，跟你啊，因為國外有很多朋友嘛，哈，主要是民歌手請都到國外去發展。佢哋做那個敲西幹那邊，啊，家下都講煙。對，超，因為你要擺講嘢好做，應該是講嘢呢。啊，講嘢過，你對講嘢做呢，佢就做而家清末西嘅那個。可大家還是很支持啊。我哋已經有50位歌手了，之後還會再增加當中，還在邀約中。就希望台家聽啦，台家全部總來傳過，共樂。因為民歌做咧講係4、5、6、7、8年級。4年級有嗎？4年級、4年生、5年生、6年生、7年級。對，4年級。因為從我揀煙台啊，從我揀煙台我都那種社團、救國團，一定要唱民歌。對，大家聽錯一錯。當然老師的歌一定是大家耳熟能詳。我們等一下又記不得唱到。我們那先來簡單講一下，老師你先講一下你香港民歌50年改性情，因為民歌的定義哈。好像一講台家獨地，可它其實是一個我們專屬於我們自己的定義。我的感覺是這樣，它跟華語流行歌曲講得冇共同誒，所以先生有嚟分享一下。我咪啱想了，我家咱讀大學家，我開始有個小東西。啊，大四家我給系主任本來講，讓他介紹到 UC 伯克萊軍練國際關係，成績還不錯哈。完全冇共同嘅東西。我本來就念政治系啊。我跟他講，我想個小東西，因為我離開始小東西，而且我有一個使命感，所以佢講，唔怕，啊，你就莫去給讀書，不過你要記得咯，你是我的學生哦，哈，你要記得，你要用服務的人生觀去寫歌，所以我小東西啊，下筆隨時都要想到一個服務的人生觀。對我來講，我覺得民歌哈，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定義，因為any中華文化最特別的一點，所有嘅請將嘅文字留下來嘅弄起來做得唱嘅，從《詩經》開始，唐詩宋詞，就民間一直都是能夠唱的東西，莫聽哦，給留下來哦，而且請將都是變得很漂亮的詩詞專輯，而且是非常原本的，就是沒有經過任何影響啊，所以對我來講，我講哦，可以是按照民間史記，比史記還要精準。因為他沒有受到任何的影響，到民歌倆，我開始寫噶，我就一點，像我線上講的，說下筆要有服務的人生觀。對我來講，他就是人民當家，就是不是專制時代以後的史記，民間的史記，人民當家以後的史記。所以民歌就是這段時間的歌。過去呢，唐詩宋詞到了民國以後，就變成民歌了。所以這一段時間對我來講，就50年哪呢？還繼續沒有？你要所有的歌哦，每個時代冇共同。你像周杰倫是我徒孫吶，因為他老師楊俊榮也是我學生，還幫他做過專輯嘛。佢寫的東西每就不同的東西啊，尤其他那些歌詞啊，對不對？歌詞呢寫得特別好的，所以其實線上講嘅其實就是我們的歌，就是我們寫的是當下，我們跟我們很接近的那個東西，那個時候我們唱的歌，而且都很容易入歌。不過線上我咪講過，你從大人都夠強，你慢慢然後揾發明講嘅落去，錯冇？有啊，程度嘿，恩師才講啊，你客家音哦，對文法是鐵種的，你個客家音，你從傳統的歌曲啊，了解，對。
所以呢，你客家人对咱历史的表现就特别明显。所以大家我想吼，广东客家秀信上来歌曲，大家动手了太多了，其中一首永远都忘不了的，像是联合国哦，长出来之前啊，我们全家每天把那个麦克就是那个音响开到最大，全家唱，荡音宠，还有现场对，你讲的黑龙还讲腔调歌曲吗？乡间小路，没错。哇，那时候还有就那时候的那个大学生，他如果要追女朋友啊，对，一个练吉他也没会从头聊跳歌曲，所以聊跳歌曲线上又写客家版系吗？客家就客家版，你一个写的，我一个写的，哇哦，所以就是那个歌词也是非常的精炼。你讲到客家词其实模糊下，所以你有绕墙，你所有嘅乡亲朋友哈聊下，你用下差讲过过后那堂热线上从客家版嘅乡建社哦，乡建社路，现在普通话版，好，可以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不归的老牛是我同伴，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，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，河把锄头在肩上，牧童的歌声在荡漾，哦哦哦，他们唱，还有一支短的音乐在吹响，笑意写在脸上，哼一曲乡军小唱，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。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，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。呵，客家来了哦！带点的马转河塘，看乌有老牛老爱做伴，日头打作蓝蓝多林暗，逐日亮将将润发嘅群山，可用笑面对看秋天你穷卡来闯，自然就落成个千年莫变容。春是天崩落阳，秋来风树谷窗，打造出变动一座欢乐团。脚头大望开见灯，走木桐山歌变树芽，哦哦，唱客山，人在他的古代有上空莫让，人在他的古代有上空莫让，人在他的古代有上空莫让。透析我必须承认这是我人生第一摆亲自躺的这个叶老师宠聊跳够 Q 哇，好不可思议，那种感觉上好不可思议，有一种觉得很不真实的感觉，而且我还是提一摆躺的，安有改客家版本，有位老师没黑提一摆，改提一摆躺的客家版本，其实咱写挺逗的，因为外婆的澎湖本就很黑。好想一直听下去哦。对，哇，刚刚感觉到余威根本 Q 他宠一了一张床。国小2年级，
爸爸的国小爸爸二唱片行年级买走了，我小在放学就把那是夹式的那个录音大的给抬上来，吗？然后我们全家4个小孩大声唱，俺妈妈俺爸爸听他唱《乡间小路》啊，刚好哦，爱破韩脆噶，他到街上，大家那个唱片行都出个表啊，给咔嚓进去打那个老板，哎，说那个嘴噪音地么？太多人唱铁龙音场哎，哇！所以刚才有一个讲去国小2年级，你有听到吗？国小2年级很不可思议，差不多。哦，其实老师除了创作之外，其实也该追逐也该。大家以为他们是一起参加比赛，其实老师后上海世界巡回评审呢。对，老师是金曲奖还是那个民谣风的比赛？他刚刚少讲了，他都是民谣风的系列。哦，刚好就金韵奖了民谣风 Mokyung 的系列。应该是民谣风 Quiz 第1届的时候，我就是评审了。我那一年选出来最得意的就是我选了齐豫。哦，第1名齐豫。那是第几届？第1届。然后最有就是齐豫他是第1名，然后呢，他唱的第1首进录音间录的歌就是《乡间的小路》。哦，但是你是不是要说，就是你唱的比较好？对，因为齐豫的声音太好了，他唱起来像乡间的大马路这样哈。不过因为很美，很悠扬。这个其实是开玩笑的，是后来齐豫他很棒，他继续去参加金韵奖的第2届，他又拿冠军。是，然后李泰祥就把他框起来说，他只能唱我写的歌。就有橄榄树，这个之后的一个比橄榄树更早，所以上乡间小路。对，更早。所以你看这故事说不完，每个人都有好多故事，老师知道太多了，很可怜。吴训燕，他老师整个民歌的历史，就是活化石。而且你总得讲大概活字典就好了，不要活化石啦。而且线上都得讲大概故事感、动改故事，对不对？很独立的故事。不过我来问一下，其实线上没系从片公司改比赛开始，其实民歌从安动，是不是有一度是没落的？按想讲啦，所谓的没落，根本没一定按照没落。因为金韵奖跟民谣风真的都卖得非常好，它变成一个商业行为了以后，各家唱片公司都进来，它就是东拉西扯，反正就是只要不是名家写的歌，自我创作的或什么都好，它就变成一阵乱象，大家都把它讲是没落，其实很美。跟卡尔斯鸟麦，它变成整个变流行起来了以后，突然间民歌就不能叫民歌了，因为当初我们在标榜民歌叫唱自己的歌，清新的声音、淳朴的声音、走调的旋律，这是我们的 logo。而且那时候我在躺民购改世界，我有一种感觉是，我觉得非常的简单。我的简单的意思是指说，它不是你想象中的很华丽、很炫技，然后在乐器的这个对，在乐器的这个配置上面，就是跟淳朴很对我有那种感觉，所以那时候常常台尬长白讲，你一把吉他，你是走在从民购嘞，就是而且那时候还会出那个吉他的那个弦，小小的一本的，对，谁不那个弦嘛，对，然后就是想要练吉他，感觉是走在打跳过桥都很民购。不过，上海你都不敢讲，就有一种说法叫做没落，其实对外都讲美，它是变成流行化了以后，大家不认为那个是民歌，可是它变成流行歌曲，安全。你讲啊，就门槛变高了，你这种你啊都变成唱片公司，他要找，从那都慢慢的起家都会变 Q， 会做制作人。你看起家的专辑有起家做，到配音做，到配音写歌好唱，从开始那就开始，第一次量身定做，我们帮写，帮其实也不是民歌手啊，定义上来讲，那是后来改发展嘛。不过就我知道是。后来到了好后期，就开始有大学城歌手。其实我补充一下其实不是没落了，因为这些民歌手从学生时代长大之后，Kito 30多岁，Kito 变成歌手变成天王天后，那制作型的变成超级的制作人，那他们也长大了，进入这个滚石跟飞碟的这个年代。我俩就是鼓吹该后上会想过，从其他歌就变成
大学城是延续原来民歌的精神，但是原来早期的这些民歌手，他们进入社会，他们毕业了嘛，都变成了天王天后，像蔡琴啊，那像李寿全啊，像叶老师，他们当时都是3、4岁都是超级的制作人。那我们就接我那谁些款给从民歌，也被他们的影响。是，其实有人跟我说，民歌50可能就最后一次唱，其实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想，因为跟民歌的精神，除了那种知识分子哈，还有上音关心土地，关心国家的整个的心情，它其实是不断的延续下去。对，所以其实它的定义其实没有这么狭隘。对，刚才这个变流行歌曲以后，然后那个标准不一样了，所以国内大学城，跟港国讲，俺走大学城的评审，他们这个10届我都是他们的评审长，然后也当他们的制作人嘛哈。我第1名就是老师那是评审，然后感谢老师。宇哥你第1名，我是第9届很后面，第9届大学城第1名。该是从哈卡过，该评审听唐牧师啊，老师翻译给他们。对，我觉得很不可思议，等于是宇威哥在大学城歌手，就民歌那个第9届，对，你比赛该世界给是从哈卡的。系啊。今日就系万把见讲我，其实很有，你很记得，先生很记得，很记得那个，因为这10届以来，所有的学生都是我的宝贝啊。宇威哥，你自己很记得贵秀用音虫啊？我当然该先生从会提起记嘛，系啊。对啊。哇。我大学城就有一点梦想的，就跟民谣风跟金韵奖，一般都是有别人伴奏啦什么。记得比赛噶，他乐队要自备的，所以记得呢，所有是整个的编曲呢是有一群年轻人，所以噶的门槛其实高了。来参加大学城的比赛，他必须要会唱，然后要会编曲，我知道会表演。就是你陪诞孙是重构婷，没蛋重构，嘿你有的东西染了，就是贵行一种台上的表现，几架瑕疵，几架瑕曲，几架编曲，还有几架丑，还跨学校。而且还要自己伴奏。我们东吴大学音乐系经常被借去拉大提琴、小提琴，就是伴奏啊什么的。其实该是边台湾大学间的大家最关注的最重要的一个交流。可是我说真的，连他感觉上没有那个时候的一个氛围。能够回想起来，如果说你想想看，在台后上地图、台后拉、台后之间用安用感连接，然后变成大家很热衷的事情，然后用音乐交朋友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好因为盖下公路大学城唱歌，俺盖下很懂谁啦哈，俺看电视上还有看到记得穿制服拍 MV 那个 music video 地都会穿制服跳呀。比如说第一届就张金芳嘛，张金芳是第一届，她第一次进录音间也是我配唱的，她个子很小，进录音间说老师我要朝哪里唱，因为麦克风吊在上面，好可爱，动等一下，对呀，他后来出专辑的时候，他就是穿他的大学服，对，因为那时候会有大学服嘛，对，我很可能两改欣赏讲故事现在非常改精彩，还有嘛改精彩的故事聊下，你等下常来讲。东方宇宙的绕墙道日家秀线上老车子会线上来到回来老大家来讲，明年改染创会民国50，民国哇，一讲就很兴奋，真的，你想想看，可以超过这么多台家随便念出来都是非常有名的台购书，好，又是有些已经真的是像巨星一样的，但是因为民歌因为个关系，大家有7种腔下聚在一起，腔下来重构。好，刚才上团节目又讲的哇，老师有讲什么第几届啊？买林隆璇、张清芳啊，所以像黄韵玲老师也是其中一届。黄韵玲老师也是，对，他是金韵奖，金韵奖，他给到高老师，他是组一个合唱团，四小合唱团，因为对创作非常有兴趣啊，他。那个谎报年龄，16岁去参加，但是因为表现得太好。等一下，他那时候14岁，黑猫是17岁。那16岁，反正他就是让自己变大一点。你看他多热爱这件事情。对啊，王海玲没 Q 懂啊，王海玲高2就拿冠军了，金韵奖，对不对？对，第3届的金韵奖。我为什么有一种错觉，就觉得那时候大家都好有才华哦。然后大家都好热爱这件事情。没错觉，跟才公司不是我的错觉的意思，是发自内心的。我的错觉的意思是，为什么好像特别多？我的意思是，就是大家特别的，你知道热情跟积极去走两件事情。本来就系啊，
我咧做，你莫讲给。俺都给师台啦，俺都给师台，就每次办活动，当然就很多人来参加嘛，都自动自发的嘛。我刚好是唱别人的歌啦，选歌啊这样。不过读大学城噶，可是全部起价给起价写的歌就是来的一定是第一个是创作曲，第二个一定要自己把编曲都处理好，演出的整个的内容都要做好。刚好是请模简单，然后是全国所有的，我俺弟也哈，比如说第一届。因为我算是评审长，然后是整个的幕后的监制第一届光来，我记得他们告诉涂佩成跟我讲，收件就有2500件哦。但现在目前我们家安多媒体嘛，安多大家都很，他看对，因为来参加的就是都可以，你们都可以来寄卡带就是2500件。哇！所以如果你光听 demo， 你只会躺2千条那么烫很多了，我大概听100多了。他们会因为他一直过滤，从 A 利进决赛哈，就是等于是各个大学的荣誉哎，各个拼。从 A 利哈进决赛，大概就每半年当天都在练团，每天都在练。哇！而且刚才现场有讲到一张名涂佩成，哇，也是我好熟悉的名字哦。他是大学城的另外一个骨干，因为他那时候，而且那时候我又觉得她长得好漂亮，该喊爱球，长得又动酱又很甜美，她重构又动喉糖，哎呦你，对我都几乎忘记这个名字。因为现在跟她一讲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这个可以学法面。他其实，在大学城里面的，在做电视节目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是制作，是他们所有人，记得弄起的大学姐了开始制作专辑的时候，他就是我的制作助理，然后一直学到后来，他就自己当制作人了，这样。哇哦！其实那个做大学城，刚好俺感觉讲提好出来，因为我喜欢跟这些有创作力的孩子在一起，他就是点出来讲可以培养很多人啊。你刚才讲像制作人也可以培养，比如说现在龙璇也是个很好的制作人，他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，因为大学城的专辑走嘎，我在当制作人的时候就放着给大家来，你们可以来提供意见。最讨厌是秉钧，意见特别多，对，他会一直啰啰嗦嗦的，老师说这个老师这样，我要这样子唱啊，什么东西，然后我纠正他说这个英文发音不准，他说真的吗？去翻字典。不过跟是大学生就是 any 讲就是这些。很有心参与的这些人，我觉得是那时候是很有能量，对，一个又是生命中那种青春年华改西团，有吗？哇，所以就有很大的产量。那个没讲，他就想说我要完成一件事情，对，给掉那个就是这个一个使命，你知道？请放题啊！那感谢欣赏，特别老师在我们第9届大学生制作人嘛，那手工老师在其他的乐器啊、录音什么，其他歌手配唱的时候，会不会跟老师就说 OK 啊？我就全场跟替白接触到该这种音乐制作，就是伊老师给我机会，算我的恩师，真的。不过他也真的很好，因为那恩师讲就客家界的这些后来的这些人真的很棒哦。所以你讲民歌其实都你啊，俺去参加，俺厉害的。那我也大擂台我去参加，那我也穷下来，那我也穷下来对。重点我去。接触了很多情窦你客家人的这些作者歌手，问题是点你客家人跳过，因为这个节目它比较特别，前面是传统，后面是流行。我想探过传统的，讲过探流行也有发过讲，最近这几年客家的金曲奖的那些作者，那些得奖的人真的是都没有浪得虚名的。比如说雨薇很特别，雨薇的音乐里面呢，它有传统的。他很把很多传统的那些老调有加在里头，对不对？就上海就走的对位啊，那个东西啊，把技巧加在那个里面。那另外那个那位大乐团那个现在那个女制作人对吉娜，她就是另外一个典型。其他有很多歌手都是像这样子的哈。吉娜是个比较特别，对。吉娜跟伟如，对，丑猫，他们是属于那种很特别的。吉娜说直接跟我讲，老师，我写歌的时候没有乐理。我就是纯粹我唱出来，我哼出来，我觉得很好听，然后我老公就会帮我用和弦处理掉，把它处理成很圆滑。这也是民歌精神嘛，不能出来他就不受拘束，但是呢，他就是像古时候一样，我就纯粹表达我的情绪，然后走出来，然后他就得奖了，这也得到肯定啊。所以Annie来讲，这个精神真的是一
一直延续下去的。其实那个民国的晋升哈，多俩很多还研究了，所以从那个客家歌手哈，从俩金曲奖哈，还有个原创大赛，其实台湾的年轻人用他们的方式。在关心母语，在关心土地。其实我过去都能讲民歌50最后一次，我并不这样认为。对啊，像未来的演变没有。对啊，那喊走的场民歌55也可以啊，如果我还活着的话就 OK 啊。凡是60也可以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凡是这块土地的年轻人关心他的生活，关心他这个土地的文化，都算是民歌精神的延续。其实就俺感觉啊。这个其实文化就是要接棒，一棒接一棒，每一棒的那个文化的那个歌的内容或什么东西不一样，但是它就代表那一个时代的生活嘛。是，嘿，他看两半狗剩饭，嘿，给就两半侠嘛，没错，侠出来啊，那后来的人就会看，哦，这个时代的人。生活是这样子过，而且台尬北起头为什么听起来谈一对白有共鸣，就是你会觉得跟我们很接近。对，因为你唱的就是你生活里面的故事，所以安永改港高。所以刚才有位信上讲，虽然说谁说民歌50就是最后，其实它不是最后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精神其实有继续到去燃烧下去，接棒下去。它本来其实本来此人哈，本来处在这个延续的状态当中啦，因为这个所谓的追踪塔，这个是不合理的东西啦。但文化没有办法做成断代史啊。是。那港国公都从我开始讲，说从诗经下来到现在，所以你不可能在这里把它做成断代史嘛。但是也是因为有动斗在某种改断代史，它就是结起来就是一个历史嘛，安永改，所以这里了解很燃烧改进。对，它只是内容不太一样而已，比如说。格式不一样，或者是背景旋律不一样，比如说词牌不同，这样子而已。所以其实刚才欣赏有没有讲到，你还有动过个客家歌手，其实也表现得非常好。因为俺都眼来大家都播种，我觉得俩梁上眼又开始慢慢看到去，好像要开花结果，安永改感受。咱们从梁凯欣上讲觉得在金曲奖上的表现，其实实至名归，你是真的是很有能量，对不对？也是俺一会起了，也是开创另外一个某种改局面。尤其是客家歌哈客家歌的金曲奖的得奖，还有那个原创，因为我也去评过很多次的原创。一开始原创就是我去评的嘛。斗利亚，我就发现说，整个看过来以后，又发现客家歌很特别。因为过去我们客家人很保守，我们就唱那些传统的5大调，然后这3大调现在突然间开放了以后，我们就变成贵下给金曲奖给得奖的歌曲里面最特别的就是客家歌，是什么都敢搞了，反正就是你会感觉那个入围的歌曲，那个有的时候那个音乐类型超出我们一般人的想象，动有活力，动有创意啊。不过讲到咧吼，因基本当感谢两个欣赏在度咧片，其实主要目的係讓你個鄉親朋友講，你茫年同下你彈歌曲，所以你來在性格單元按到福氣命財相，最喜歡摸彩，對不對？老師，你是不是要幫我們送禮物？從我送禮物。基本上大攞3種鑽石。哇，有福了，对，不过你也出到题目上做的。我从请问大家哈，明年的几月几号哈是民歌50？好，这答案这个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明年的几月几号民歌50举行？3月的，连3月的。下到来做得起到你个福喜乐你个免数，从某你就留言，所以讲查信上呢，出个题目是明年个民歌50是叫。几多号到几多号，你去到福喜乐你个免数留言，是有机会做在那度，请一部欣赏个专辑，好棒哦！都简单哦。动简蛋，而且有3个哇！记得了，是在小巨蛋哦，情人节。对，你看，你发现这2个心上动等一下，跟易老师会说，记得哦，小巨蛋哦，语文老师就会说，记得哦，情人节哦。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答案啦。所以到今天动风雨走一绕城头两个心上，到台高讲安后个消息，民歌50不会停止，我们会一直延续，好不好？要靠。台尬强下来做2件事情，所以感谢欣赏。冇錯，感謝。好，聽日下來繞場，你個鄉親朋友嚟做認同咧。繞場大家來到福喜來呢個免數鉗集，還有添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，還有攞2個影片鉗集分享出去俾大家哦。